香港同馬字有關嘅地方有好多，今次尋馬之旅就同大家去到九龍城區啦。九龍城區帶有馬字嘅地方就係馬頭圍、馬頭涌同埋馬頭角。就咁睇而家嘅街景，其實係完全解釋唔到點解佢會用個馬字。睇翻典故，原來係同以前附近嘅一條龍津石橋有關。而關於呢一條橋嘅歷史，依家咧就收埋咗喺九龍城去啟德嘅一條行人隧道入邊啦。龍津石橋建於1873年，係當時全港最長同埋最堅固嘅石碼頭。不過日佔時期就因為日軍擴建機場而被埋。而馬頭圍嘅原名咧就叫古梗圍，因為喺龍津碼頭嘅附近，所以亦都叫做馬頭圍。講下講下就由以前碼頭嘅馬字變成為而家一匹匹嘅馬字啦。而龍津石橋嘅遺址咧就喺2008年被發現，為咗保育，政府咧就決定喺現址設立一條保育長廊去記錄呢一段嘅歷史。預計2026年咧就會建成，不過直到而家都只係見到一個刻住龍津兩個大字嘅入口，要去到起好，相信咧都仲係要啲時間啦。雖然龍津石橋同埋碼頭已經唔存在，不過附近講歷史悠久嘅碼頭就仲有一個馬頭角公眾碼頭。呢一個碼頭喺1974年咧就已經開始啟用，不過2020年嗰陣就因為中九龍幹線工程而搬遷同埋停用咗，直至2025年先至重建同埋重新開放。如果要用嚟演繹馬頭圍嘅馬字，而家嚟講最貼切嘅就應該係呢一個嘅碼頭啦。